再来看交通违规记点的制度，互民众是真怨叹。交通部早起办座谈会，也毋过伫顶礼拜五才发通知单，互民间团体是真不满哦。嘛批评讲座谈会的一般民众甲驾驶代表的比例毋对，有职业驾驶团体是认为讲有讨论就是好代志。交通部建议微做未记点。 搁一届引发外界讨论，行政路权团体也搁有职业驾驶团体伫交通部邀请之下参与座谈会。毋过，这场会议是真临时，加上参与的4个路权团体甲8个驾驶团体占的比例无平均，互路权团体质疑讲，交通部是赶伫咧行政院议会进前要过水一个尔。我们认为这确实是一个突袭的行动，因为在礼拜5的下班时间才发出开会通知，礼拜1早上一早就要来这边开会。那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是什么意思？ 不就是想要把我们这些团体当他的橡皮图章吗？过水，糊弄一下就好了。职业驾驶的代表表示，交通部临时通知开会已经毋是头一届，不过有开总是比无开较好。欢喜看到大家会当做伙坐落来理性科学讨论，袂当甲罪拢撒互职业驾驶来担。到底是道路交通设计的不良所造成的违规，或者是今天我载的乘客要求我这么做的违规？我们应该先把它 理清楚之后，再来去做全面性的检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，道路安全也是上界重要的目标，不过需要伫民意之间找到平衡点。离送去行政院议会，也搁有去立法院审议，要需要一段时间。即嘛是先做初步的沟通。今天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，当然如果是 双方有一些共识的话，我想说可以在我们在修法过程中也可以做一些参考来调整哈。若无受到邀请的团体嘛主动参与座谈会。台湾安全驾驶监督联盟表示，2022年甲2023年连续2年，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拢超过3000人。无排除招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去行政院讨公道，路权团体嘛无排除会去街路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